中國越野界最老嘅選手，77歲香港親。第二位出場嘅香港老司機老春代，開住一部全國限量版2.8 50齡柴油機北京212。英勇善戰噶，耶！喂，你哋睇下穩健型嘅老司機一樣揀咗跳落個氹嘅最佳方案。雖然邋遢啲、麻煩啲，但起碼唔會跌落中間個深坑，唔覺意啊慳翻一筆整鈑金嘅錢，繼續向前走。下一個難點，第二個難點，哇！真係當之無愧，六片山50歲少女嘅男神。各位50歲少女，我而家帶你哋睇下你哋偶像喺六片山越野嘅風采，用實踐講俾各位50歲嘅美少女聽，佢係冇搞唔掂個坑。大家慢慢欣賞男神嘅風采。而家倒車落網紅坡嘅大石頭，這是高手。而家開始表演深坑窄路掉頭，本來好容易翻車嘅，喺呢位高手面前，簡直就係濕碎啦！嚟，表演成功，耶！哎，這樣走，可以，這樣就要撲上去。50年嘅老司機指揮下，77歲香港親。你好。